今年多大了41。减零20回到21。真的呀？假的呢？你从哪里过来？极限过来的。然后我本来是计划想留长头发的，可是现在这个头发看起来特别乱，而且显得脸特别大，没有精神。这个发型留了多久了？有3年了，然后一直就这个发型没有变过，看起来腻的不行。现在今天想达到什么样一个感觉？有气质一点、个性一点的，然后和现在就完全不一样的风格。你的脸型属于偏方形，发际线这一块太光了，下面这个重心过于太重，就会显得头顶很尖，显得人没有精神。待会我帮你设计款挂耳短发，重点是减龄的同时又显气质。接下来放心交给我，再零分就没有我做不好的头发。学员可乐老师立志为零分1万名宝妈做减龄发型设计。如果你对目前的发型不满意，刚好你也在0分，不妨我们见个面，我用一款发型让你减龄10岁。我心超湧湧湧，心超冷。